成本嘅注意，你唔通甲梦想，你唔通甲偏见当作，你唔通甲偏见当作正面，唔通甲偏见当作正面，伊就这就是不正面。所以袂使空悲心。我今日哦，我修到修，哦，这顺来解放，有人拄则讲，我来今摆面是较清净。你若无面对清净，你若无内心世界的清净，你若惊你面是来清净，你就清净。你要相信，你内心清净吗？因为迄个清净，迄个光明，这个清净，这个光明清净是你内心世界不定时的物件，唔是我要去找一个清净，唔是我要找一个光明，是这个道理。光明，咱这里要无清净嘛？咱是要无光明嘛？那你都要找一个清净，要找一个光明，那安尼叫做哪？完成公平。哦，所以来讲，初心，哦，初心本净，你本来你心就净啊，无可取下的物件，你心离你的本性本来就净啊，你就找净，伊就来讲啊。你心若无清净，就处理啊；你心若无好，你要对处理啊好。我们在世间，不离世间干嘛？离世间过得干嘛？好干。你是无好办法，你是过得好干，你是内心世界若无好，你要对处理啊好。如果你离开内心世界，即阵我都要去找阮，你过来找过来，我嘛平时嘛平。哦。你甲你有分都要去找阮，无对你内心世界即阵你有功夫，太阳外口自生自有，何处袂成分？自生自有分，自生自有分，何处袂成分？要你个找成分，你不当找成分。所以今日你读道就是要，咱讲佛法在世间，不离世间觉，不离世间觉。这个叫哪？这个叫做菩提，这个叫做菩提。菩提叫做自性，菩提本自性，用心即是讲，成心在本中，但是无三种。菩提本来就是自性，自性本来就讲本来就讲意思，讲这个意思。咱今日自性本主，见性就是不干，哦，见性。跟你的处想，跟你的处想，本来就是何其殊胜，不如苦中；何其殊胜，不生灭；何其殊胜，不如清净；不如苦中，不生灭。哦，都不动摇，明显嘛。但是那说不难讲，啊，伊本来就是苦中啊，伊本来就是苦中啊，苦中完全来说就是乱。这个不缺啊，但是重点不缺，苦就本来就不缺，哪里不缺的？你当中你都要去找呢，你的本来就无强嘛，你都要找它。好，所以应该讲说，如何出现，伊无较低，无较减，如何出现伊本来的苦种啊，那叫做无效，你后来叫做无效，无效的时候。这已经100%去啊！这是100%去，去这个啦，啊热啊，强化啊，这个是100%啊，分就是安尼嘛，这个分就是100%嘛，所以啊，既然100%你也强化你达到，有呀，我强烈就全啊，因为咱就是咧梦想心中，但是乌白吹。造成后果，我呐，讲放回去啦，放鸟还是我早叫你出来哦，他手高起来，高起来，现在高起来应该跳起来一个什么？他手尽量上起锅，那是给我跳起来一个什么？哦，啊，热那什么？你早叫那你背并高起来。啊，那热的剩10只，啊，变成好吃。买去就买去啊，啊，来个
就清楚，安尼，咱就是对这道理啊。哦，爬起会执着，啊，过来就是因为咱看会着嘛，落来爬起就你家己先就无算啊，你家己自身就你都要对自身。就是你家己负责啊，咱叫咱你爬求哪你讲讲，咱真诶人足奇怪，去到就是求天求地求后爷求皇帝，去求哪。哦，你即阵就已经负责啊，你无你为你即阵你就打算去求，咱来讲，你我目标，你若无家己求，你即阵你啥讲？你我都会饱的。我你要交钱是看哪？我都要我交钱是看饱的。我进去到我就交钱是，交钱是天地来我啉的。啊，我今日去水到。